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第一届的台中市民野餐日，12月11日要伫中央公园举办。市长卢秀燕甲代言人阿布招你做伙来野餐。 阿卡贝拉轻唱歌曲响应第一届台中市民野餐日，12月11日早起要伫中央公园举行。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讲，伊4年任内推动美乐地计划，新增加也是改善超过200座公园甲公共便所，为了好市民享受好生活，专工举办头一届野餐日。台中给我们的感觉是，除了非常适合居住之外，也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，宜居宜旅。 建设局强调讲，头一波招团报名已经送出几千组的野餐组啊，12月初3会开放第2波的报名，会阁送300组，欢迎大家做伙来体验。